歡迎大家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話題：香港精神科醫生到底應該點揀先至啱？相信唔少人都經歷過，身邊總有親戚朋友試過有精神健康問題，例如焦慮症、抑鬱症、失眠、恐慌症、強迫症等等。面對呢啲情況，我哋除咗會關心佢哋嘅病情，都會忍唔住問：你睇邊個醫生啊？醫生點講啊？可見揀啱醫生有幾咁重要。講到精神科，我哋先了解下常見嘅病症。情緒方面，長期低落，覺得無助，好易嬲，成日緊張。身體方面，失眠、心跳加快、出汗、食慾差。嚴重啲嘅，出現幻覺妄想，有自殘念頭，甚至有自殺傾向。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種症狀，都建議最好盡快去睇醫生。喺睇醫生嘅過程入邊，我哋可能會有啲誤區，例如失眠係都市人常見問題，其實引致失眠嘅原因好多，可以分為時間、人物同埋地點。時間方面，例如時差、輪班工作、太晏先起身等等。又例如燥底就等於躁鬱症，其實唔一定，要睇下有冇其他相關嘅病徵。可能因為躁鬱症呢個名，搞到好多人覺得同燥底有關，其實呢個係常見誤解。所以我哋平時一定要多啲了解，唔好輕易相信坊間啲謠言。咁樣面對咁多香港精神科醫生，我哋應該點揀呢？其實都係嗰句，有病梗係要睇醫生啦。我推薦大家去 cdoctor.com.hk 網站，入邊有幾個好實用嘅欄目。尋醫報告喺度，你可以睇到其他病人對醫生嘅評價同埋就診經歷，了解醫生嘅專業水平同埋服務態度。醫生信箱答問，你可以直接問醫生問題，或者查下已經有嘅問答記錄，從醫生嘅回覆入面感受到佢哋嘅專業程度同治療理念。醫生文章同影片，呢個欄目集合咗好多醫生親自寫嘅健康科普文章同埋拍嘅影片，你可以從唔同角度去了解醫生嘅學術背景、臨床經驗同個人風格，咁樣就可以揾到最啱自己嘅醫生。時刻謹記，你嘅健康係最寶貴嘅財富，揀醫生嘅過程絕對唔可以馬虎。希望透過呢段片，大家會更加重視精神健康，仲識得點樣用 cdoctor.com.hk 去揾到優秀嘅醫生資源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者意見，例如你都有啲精神科醫生值得推薦嘅，歡迎留言討論下，將你嘅寶貴經驗分享俾大家，等我哋一齊守護好自己同家人嘅生命健康。拜拜。最後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